中山呢座因盛產沉香而聲名遠揚嘅城市，更加以國父孫中山先生嘅名字命名，彰顯住深厚嘅歷史文化底蘊。作為著名嘅僑鄉，中山喺語言、飲食文化及生活習慣上同香港有住諸多共通之處，為兩地居民嘅交流同融合提供咗天然嘅優勢。呢度唔單止環境宜人、居住條件優越，而且生活資源豐富且性價比高，成為咗唔少港人心中理想嘅宜居之地。唔同嘅文化、美食同埋風景交融嘅新生活已經開啟，而家就跟住我嘅腳步，從上東新天地開始出發啦！如果你係由香港自駕出發，經深中通道一路直達火炬，深中通道城區第一出口就係上東新天地啦。又或者你唔係自駕，搭船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中山客運口岸已經正式啟用啦，從我哋項目出發，約20分鐘車程即可到達。到中港城縮短至65分鐘，令你享受更快、更靚、更舒適嘅出行體驗。另外，項目10分鐘車程內有2個港通巴士站點，令你從容往返。放假想出去玩，冇問題。中山站去廣州南，轉車去全國各地都好方便㗎。而家坐高鐵真係又快又舒服。我哋小區正對面就有機場候機室，廣州、深圳、珠海機場都可以直接喺門口候機。未來有可能開通埋香港機場快線添，令你真正體驗海陸空3維出行。翻到我哋嘅小區，呢度嘅園林同景觀真係值得一提。項目喺2019年已經獲得中國土木工程詹天佑獎優秀住宅小區金獎，同年獲得廣東省風景園林同生態景觀優良工程施工類金獎。為咗追求極致嘅園林美學，開發商仲重金聘請咗頂級豪宅御用嘅園林設計團隊山水彼得嚟量身定做。望住園林，聞下花香，人同自然和諧共處嘅美景就喺屋企樓下。而我哋2期嘅園林綠化率直接提升1個 level， 大約佔到45%，簡直就好似住喺公園入邊咁舒服啊！正所謂細節決定一切，美好生活可能冇一個明確嘅標準，但係呢度就係以最高要求打造每一處細節，呢個就係我哋嘅標準。外牆油漆、瓷磚、玻璃、門窗，仲有安吉爾嘅直飲水系統，德國寶嘅廚電、高儀衛浴、方太嘅洗碗機、雷士照明、日立冷氣，全部都係國際一線品牌。從對比到挑選，從建材到工藝，我哋用心打造，令你哋可以開心生活。講咗咁耐啦，而家嚟睇我哋1485尺4房2廳3衛嘅示範單位啦。獨立玄關，私密性同儀式感都俾足晒你。約7米闊嘅橫廳，採光充足，十分之明亮。約130尺嘅南向大陽台，令你生活更加多姿多彩。雙套間設計，齋主臥套房都有355尺咁大，步入式衣帽間，功能齊全，全部滿足晒你。喺小區附近就有4間幼稚園可以選擇，仲有1間小學同3間9年1貫制學校，小朋友嘅教育完全唔使擔心。火炬開發區醫院距離呢度有6.2公里，中山博愛醫院有7.3公里，中山人民醫院都係9.6公里，附近嘅醫院都唔太遠，所以喺健康保障方面都唔使太擔心。至於日常休閒嘅時候，可以嚟星河 Coco 飲翻杯啡，去富日城 Top Park 睇下電影，去利和廣場 shopping，週末又可以去紫馬嶺郊遊、金鐘水庫徒步、兒童公園親子遊樂。中山多美食，大家都知道㗎啦，有石岐嘅乳鴿、古井燒鵝、神灣菠蘿、脆肉鯇、杏仁餅、禾蟲走地雞、臘味等等。哇！呢度有咁多好嘢食，真係講到我都流口水啊！所以而家就出發啦！一個電話帶你開啟另一種生活。